是在5年前，认识到克恰拉佛教中心。其实那时候是他们在克恰拉他们举办一个就是一个慈善晚会，然后呢，他们就有请一些就是一些名人就好像设计师啊、明星啊、演员啊、模特之类的一些人去出席这个晚会，所以我是其中的一个设计师，这样就认识到克恰拉佛教中心。之后呢，就他们其中一个会员，就是那个主办当局的一些负责人，就打个电话给我说，Eric，就你有没有时间？就是我们的导师，精神导师赞都古仁波切，他有个开示，所以就请我过去。6年前之前的那个阶段，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对佛教充满好奇的一个人一直在寻求佛法的一些开示就碰到很多的一些障碍。当然那时候那个障碍我根本不懂，那其实是一个转变的障碍，我只是当作是我真的很不幸运，我真的我的运气很差，然后我一直在埋怨，在不平衡的心态之下生活，所以有时真的活得很不自在，更不高兴，很表面的。所以当那天我出席仁波切的开示，当晚他的开示其实给我当头一棒，然后就是那个开示真正的使我了解一切的东西，就是当天其实是那个缘是非常非常对我的一生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直到我往生的那一天，其实那个开始对我来讲是永远我不会忘记的。就是他那天的开始，就是讲到经由心转。其实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环境，其实那个环境是没有变的。我们的外表是没有变的，我们的穿着没有变的，我们的打扮没有变，我们的吃的方式没有变，我们的一举一动没有变。但是如果要变的话，就是我们内在变，我们心里面在改变。我们的环境其实生活在一个五花八门的环境，尤其是我们的那个圈子里面，就好像一个娱乐圈，是非常多不同的人，每个人都在比如说为名利而去斗心斗角，或者是有一些一些手段这样子的一些不平衡的东西。他就说，如果是你能够把这些东西转化为一些有利益别人的东西的话，那你的心态就会比较平稳。就是你有一个目标，就是说你的目标就是你做这些东西，你从事这个事业，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是为名利而去奋斗，就是为了自己，就是说跟人家比较，或者是那个人有名，那你要更加有名过他，或者那个人有钱，你更加要有钱过他，因为这个是自己本身要的东西，就那个欲望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如果是你本身如果那个名气不够那个人的名气响的话呢，那你就会觉得很消极，很 depressed， 然后你就会比较。那你比较的时候，你就变成你的整个心态不平衡了，你就会有一点点说你都妒忌别人，那你整个 ego 就来，然后你有那个 anger， 你就会有一种忧郁的产生，你会怨，你会埋怨，你会比较，然后呢你就很伤心。所以当他跟我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就真的给我当头一棒。就是说我以前生活就是处在这个状态，我们生活在现实社会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你怎么样好你也会比较，你怎么样好也会去有一种贪欲的心态，去寻求自己要的东西，然后可能你会伤害到别人，你根本不自觉，你的语言、你的态度、你的心态。所以当仁波切当天就跟我讲了这一番话的时候，然后他就送了我一个释迦牟尼的佛牌。我记得他说那个佛牌是他第一个自己亲手造的一个佛牌，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很多百极交叉的一些情绪在我的脑里面。当然我那天回到去的时候，我根本睡不着，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真的遇到我一个精神导师呢？然后我就开始去上网去读 Rinpoche 的一些teaching 网站。当然他是一直讲英语的，但是我自己的英语也不是很好，或者是那个领悟的能力不是很高。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听到他讲什么，我明白他在讲什么。我看到Rinpoche教的东西，其实它是真正的佛法，它是有传承的。然后他真的是从释迦牟尼佛传下来这样子，所以我就会一直在读他的书，然后在他的书里面才原来了解到，原来是这样子的，原来是这样子的，这些全部东西也已经演变成我生活里面的东西了，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带进去我生活了。其实在以前还没有接触佛法的时候，不了解那个教育的时候，其实我是蛮自卑的一个人来的，就是信心还不够，有时会很怕，但是我又不懂是怕些什么东西。然后有时我出席一些大场合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就甚至一些比如说一些 datin 啊，或者一些名人这样子的知名人士、上流社会的人。然后如果我去到的话，然后我就跟他们 say hi 你好吗这样子。如果他们不睬我的话，我整个人就好像哇，就不懂怎么好了，就好像要找个地去转这样子，就不好意思，整个人很沮丧，就一直在怪别人说，为什么他这样子的？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子的？他们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对我？但是好像比如说现在我已经没有那个感觉了。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了解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会先看那个情形，就是说可能那个人可能他当天的心情不好，或者是他有某些事情在困扰着他的脑里面，所以我会为那个人着想，然后我就会跑进去跟他讲，然后跳得出来说，原来是这样子的，原来他不睬我是有理由的，可能是我的样子很不好看，或者他们不喜欢我，那怎么办？没办法啊。所以我只有这样子想的话，我就说好，我改变不了他，不然我改变我自己，去接收他，这样子。不是就变了，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就变得比较高兴，比较快乐了。所以我现在其实一直都用这个方式去学习。然后呢，我就发觉到现在在我的整个环境里面，我的工作环境，反而越变越好。然后当然现在还有一些人不喜欢我，那我也不懂为什么。有这个情形发生，可能我就会想说，可能我有些某一些动作或者某一些语言，可能我已经得罪了他，我不知道这样子，所以我就学习原谅，我又学习放下，然后我甚至会就好像Rinpoche教我们这样子，我甚至会当我的法会念经完了之后，我会回向给他。希望他很好，这样子就是在练习这种compassion 菩提心就是变了。如果这样子我长久下去的话，这几年来，所以我慢慢的改变我的心态，然后我慢慢的会更加舒服。当然还有一段日子，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去修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觉得有一点东西不一样了，跟我以前，所以人比较开朗了。一些东西比较看得开，其实我是一个蛮敏感的人，然后蛮小气的，有时会，那个是以前。当然现在我也是学习着放下。以前的我就是时常有那个嫉妒心当然我觉得现在的我已经慢慢把这个嫉妒心减得很低。我觉得嫉妒心其实来自我们要跟人家比较，就是说我要胜过你。你要胜过我这样子，其实那个是非常大的 ego 来的。当然，如果是说你能够学习做好，我不跟你比较，我不要去比较了。我要比较的话，就是比较我自己本身，就是你挑战你自己。当你挑战你自己，就是你不去跟人家去直接的冲突这样子，就好像举个例子来讲，好像我去年做了一场很大的时装表演，我演了一场很大的时装表演，然后这场show是非常非常的成功，很多人都喜欢这样子。当然今年我就要谨慎的去想，我要不要做一场
比以前更加好的时候，所以我在挑战自己。当我在挑战自己的时候，那我就不会跟人家我就不是跟人家比较，我是跟我自己比较。当我跟我自己比较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健康性的比较，所以那个比较心、嫉妒心就会减低了，那你整个人就会 improve 了，你整个人就会很精进了，就是很 improve。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就不会去得罪到别人，人家也不会去就是使到你不快乐、不高兴。Rinpoche叫我写一本书，当时他跟我说，当你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你真正的把这个佛法去 benefit 到别人，然后我也会去吸引到很多人去学佛。我就用了1年时间去写这本书。他跟我讲说，你这本书是要写怎么样的，就是我在时装界的25年的生涯，然后遇到什么事情，高高低低、跌倒的，快乐而不快乐，遇到什么东西要写出来，用那个心写出来，因为我这本书能够帮到很多人。他跟我说，当然我遇到很多障碍的出现，就是幸亏就是有约仪我们出版社的一个中文编辑，所以他一直在帮我。当然我跟他也已经为了写这本书闹翻吵架这样子的，因为我一直放不开，因为我一直都不愿意用真的一个面目去写这本书，一直都是在，然后他也是看到觉得我很假，就是这本书写出来不真诚，所以我经过很多 obstacle 很多障碍，然后终于也是写了一本书。所以我写这本书我也曾经哭过，然后我曾经挣扎过，然后我放弃不要写，然后那时候就Rinpoche就跟我讲说，你把你自己放下，如果你真正的放下之后，你会变得不一样的，你整个人会变，但是不是变得没信心，不是变得没有那个气派，是变了，反而你更加有信心，反而你有那个大将之风出来的后，你整个人出来的话，人家会相信你。当你在帮别人，你在跟人家分享佛法的时候，人家会相信你，因为你的整个样子已经给人家看到，你不讲话的时候，你样子已经给人家看到你有信心，然后你可以去帮别人的这样子。所以现在有时我会照镜子在看自己，我觉得整个人 OK 漂亮了。我这本书其实出来之后，我非常的快乐跟高兴，就我本书每个人看了之后，他们回去看了之后，都会有一个评价，就是原来你这么惨的以前。他们第一次会这样子讲，然后第二句他会说，哇，你这本书真的可以给我们一个感动，就是说，哇，你是学服装，你在一个什么很时尚的一个圈子里面，当然你也可以去学习佛法，然后就他们觉得很奇怪。当然我这本书也带了不少人进来客家拉佛教中心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使我更加去随着我的上师Rinpoche 去学习佛法。现在我在客家拉佛教中心呢，我有一些责任在身，就是说我是客家拉 K客家拉青山组的一个青山大使，这样子去学习，带领一些新的人去解释给他们整个 organization 的整个佛教中心的一些构造跟一些学习的东西。然后呢因为我是出生在怡保，生长在怡保，所以当然很幸运在怡保有了一个客家拉读书会这样子。那我每个月也会回去怡保去跟他们分享我们的上师赞都Rinpoche教我们的一些佛法的知识，然后就这个是我的一些功课。在我的时尚圈里面有一些活动或者有一些访问，我也会带着一个就是说无论怎么样好，我也是会讲一些灵修的东西给他们听，也会跟他们分享我的上师教了我什么东西，我学习到什么东西。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我的身体里面是那个
佛法的东西是不能分割，所以仁波切跟我说，你可以把时尚放在佛法，佛法可以放在时尚里面。所以现在我真正的懂得什么叫做时尚佛法 （Fashion Dharma）。其实我一直以来呢，我的生活都非常繁忙。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像朋友的。当然，她也是会摆出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妈妈的那个像，但是我跟我妈妈的那个关系非常的勇气啊，所以跟她谈天什么东西，好像朋友这样子。在以前，因为可能太辛苦吧，工作什么东西，她还有一个怨气在那边，就是有时会讲回以前的历史，怎么样辛苦，怎么样的。所以我一直真的跟她分享，就是说以前的东西就当作是一个过程，然后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经验。如果没有那时候，我们没有现在的那个经验，所以现在我就一直跟他讲说，我也是以前遇到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人家怎么样去诅咒我啊，怎么样妒忌啊，怎么样排斥我这样子。其实我现在觉得我很幸运，我遇到这些东西，然后可以使我现在长大成长，然后我就觉得很谢谢他们，我当他们是一个老师这样子，所以我一直跟妈妈分享这些东西。然后我发觉现在，其实现在在怡保的读书会，他也有去帮忙，去做义工这样子。我觉得他有一点的放下，然后也是非常的快乐去学习做佛法的东西。仁波切曾经跟我们讲过，如果你要孝顺你的父母，其实不只是说你要给他们生活上的一些资助，就是你好像比如说给钱啊，给这些东西呢，那只是一个很表面，然后就是一个表面的东西的一个孝顺。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给他们一个心灵上的孝顺。心灵上的孝顺就是说，你要念经的时候，你要去回向给你父母；你做任何法会的时候，你做每样慈善的行动的时候，你去回向给他，那才是真正孝顺你父母。我就希望他能够在他的晚年能够有一个很快乐的佛法的一个晚年，很快乐的去修佛把自己放下。所以我也劝奉，就是说很多儿女就是说能够把这个礼物送给你妈妈，就是说如果是你不论你是什么宗教也好，当你做每一件好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发心就是把它回向给你父母，这样子，我觉得那个真正是非常很有意义的东西。